Lisa， 我想要去美国读大学，托福最少要考多少分才够？申请大学的最低标准是80分到100分左右，而申请社区大学的最低标准呢要61分左右。Lisa， 那我申请学校的推荐信应该要请谁写会比较好呢？请较了解你的任课老师、学校辅导员或者是实习公司的主管来写会比较好哦。Lisa， 那我想要到美国去学习当飞行员，请问我要申请哪种签证呢？如果是以学习职业技能为目的，而不是为了取得学分及学位的话呢，就申请 M1 签证。Lisa， 学校健保都有包括哪些项目？有一般医疗，例如住院、医生门诊、急诊、处方签、身体检查等。有些学生保险呢，还有包括牙科、眼科等等的。每间学校所提供的健保方案不同，包含的项目越多，保费就会越高。原来如此 ，Lisa， 你为什么什么都知道啊？因为我有这本 PV 化总编严选特刊《美国留学绘画申请学校校园英文实用资讯》呢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一本到美国留学必备的练功宝典，里面有所有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必知的资讯，只要一本在手，不需要找任何留学代办，也可以自己轻松申请学校，并且轻松到美国留学哟。这么厉害哦！对啊，里面有从申请学校、选课、看懂课程大纲到考试拿高分的诀窍都有。另外还有提供申请学校必备的履历、读书计划、简短问题、长篇问题等等的赚钱范本及写作重点。只要有这本书呢，你就能掌握回答的技巧哦。酷！不止这样，里面每个单元还有搭配相关的实用资讯，以及真实海外校园场景对话加好用句。另外还有图解英文、阅读测验、听力测验，帮你轻松理解看不懂或听不懂的校园英文。只要读完这本书呢，包你像美国学生一样在校园内如鱼得水。哇，看起来超棒的！不仅可以了解美国资讯，还可以学习英文呢。那如果已经在美国读书一段时间了，这本也适用吗？当然适用啊！里面不只有申请学校应该要知道的资讯而已，还有上课前的准备，例如如何注册、如何租屋、熟悉校园以及如何和室友相处等等的资讯。另外还有介绍一些学校的课外活动，包含社团、实习、就业等等的，还有一些你知道或者是不知道在学校可以使用的一些学校资源哦。所以无论你是准备要到美国留学，还是已经在美国留学的学生，这本书对你来说呢，一定都是很棒的宝典哦。哇，那你那本宝典要去哪里买呀？所有实体书店和网络书店都买得到哦，我也会把链接放在影片下面的资讯栏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点进去查看哦。好，我也要赶快去买一本来练功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我知道在现在这个全球疫情严重的时候，推荐这本书是有一点尴尬啦。虽然现在并不是出国留学的最好时机，不过疫情总有一天会过去嘛，所以如果你有计划未来要到美国留学的话呢，都可以先购买这本书来研究一下，在出国前做好准备，让你到时候出国可以更加快速的进入状况。它这个里面呢，有教你怎么申请学校，它从选择学校、学费、生活费到一些申请学校需要提交的资料，像是履历啊、简短问题啊，到推荐信等等的都有提供范本，并且列出写作重点，教你去如何写会比较好。然后还有开课前的准备，像是申请签证啊、申请宿舍、租屋、学生保险、美国出入境须知、选课、迎新、银行开户、省钱等等的资讯也都有哦。然后后面还有开课后的一些资讯，像是怎么看懂课程大纲啊，应该要怎么参与课程，跟同学、教授之类的怎么对应会比较好，还有介绍一些在学校可以使用来帮助你学习的资源。最后一个 part 呢，就是课外活动，它就是介绍一些大部分学校应该都会有的一些学校设施啊、社团、社交、实习，甚至是找工作的教学都有哦。所以如果你有打算要到美国留学的话呢，可以先购买这本书起来研究看看。那如果你已经在美国留学的话呢，这本书也很适合你。它里面呢有中英对照的实用对话，以及教你到什么地方或什么场景可以怎么用英文问问题，怎么跟人家沟通，让你到美国留学生活可以更简单、更轻松。这次这本书呢 ，Lisa 也有参与编写，里面真的有很多超实用的资讯，像是大家最喜欢问我的申请学校的相关问题啊、学费问题、租屋问题、生活费等等问题，在这本书里面都可以找到解答哦。希望这本书呢可以帮助到更多想要到美国留学的同学们。另外这本书里面呢也有一篇关于我的专访，想要更了解我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买一本来看看哦。我是 Lisa，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，也要记得去购买这本书哦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！大家记得去买书哦。